獲澳門基金會贊助，由澳門少林武術文化協會主辦，新中盟澳門國際集團協辦的氣運濠江少林養生預防高血壓座談會，6月15日晚7時在青洲田間閣舉行。協會會長曹文婷表示，冀透過活動推廣少林養生氣功，以傳統智慧提升居民的健康意識，實踐預防為主的養生理念。協會長期致力傳承少林武術文化，傳授青少年少林傳統武術，引領中老年練習少林八段錦、易筋經、洗髓經等氣功養生功法。通過練習養生功，讓學員打通經絡、伸展筋骨、培氣固本，緩解身體的各種疼痛，對各種慢性病起到預防和干預作用。中醫師世家及國家級中醫考評員劉海濤結合中醫理論，講解了穴位按摩對調控高血壓的作用，並即場示範降壓手法，吸引參加者同步學習，並強調少林養生功能有效降壓。新中盟澳門國際集團總經理劉厚文則以淺白語言剖析高血壓成因與日常防護要點，提供實用生活建議。其後，澳門少林武術文化協會會長曹文婷帶領全場進行少林熱身運動，氣氛熱烈。